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我係崔美娟。今日節目嘅團隨來到新竹人竹東郡哈，背後咧哋土地呢有3.66公頃安大哈。嗱，新竹人政府嗰度咧，就起咗所謂客家人流嚟帶動啲竹東郡嘅發展，還有嚟變嘅啦，順頭土地變做從咧日種嘅工業用地變做係儲蓄啦、商業綜合規劃嘅用地哈，講嚟帶動竹東嘅發展。咁個咧到咧3.66公頃嘅土地當本呢。有二十兩戶呢講嘅客家鄉親講，太樹嘅時節、青草樹嘅時節是嚟到開墾咧嗬，你啊。比如說，冇去登記咗，我哋土地三本國有財產局啦，土地收轉去，嗱五個都是北控人員3月份時節啦。新竹人政府開了3.12元，然後我哋土地攞國有財產局嚟買下來，所以人政府講咧土地係啱就話開發係啱嚟利用，嚟爭議提一爭，提嘅是講咧係客家人流，對於竹東嘅客家鄉親來講，人流係福建省嘅建築，咁個竹東係廣東嘅客家鄉親開出來，阿樣先咁要適當哈，咁講你下講，冇開呢種嘅人流啦，係客家傳統藝術中心，咁轉機起則嚟到文化建設，又起則嚟硬體嘅建築，是嚟帶動竹東地方嘅發展麼？阿用啲誒問題到地方上有當代討論，有人贊成又有人反對，贊成人係乜嘅理由，反對人又係乜嘅原因呢？等下來到呢介路都嘅非常強，係往ram苗邊頭前，將地方嘅鄉親留新竹人政府嘅公僕們代表，韓國地方嘅議員共同來討論，也強來關心。開會了！節目嘅鏡頭來到呢竹東郡地北都介路都嘅非常強哈，非常強擺係三山國王啦，有人講係王ram苗，嗱三山國王係廣東超祖父來嘅，呢影響係選民啦哈，所以今日就呢選民面頭前大家講話哈，呢理性來溝通啦哈，馬上歡迎上屆現場嘅來賓，第一屆呢係呢新竹人政府體檢處嘅處長鄭福生鄭處長。大家好。好，謝謝鄭處長。再來係呢新竹人政府文化局嘅局長蔡榮剛，蔡局長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嚇。查等係呢竹東郡嘅選出來嘅議員周光傑，周議員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你一擺講係開了3.66公頃嘅日種嘅工業用地，嚇講係咧起一種嘅客家人流嚟講客家傳統藝術中心嚇，嗱土地咧下係。人政府啊，然後國有財產署哈，用3.12買來嘅哈，有價保用哈。人政府講，土地我買來啊，我是做來利用嚟啊，係公有地啊。咁個咧公有地當輩就當到嘅呢個客家鄉親講，佢係我太樹啊、青草樹呢本樹是開出來。雖然講到好把順係沙布地，咁個係我開出來土地哦，應該係4年嘅哦。但係人政府買到一地要3千正嘅土地，然後嚟開發，咁我係牽日嚟用辦起嚟照顧到咯。我想先聽聽新聞記者講睇去了解一下。一片係新竹竹東北興路同公園二路嘅交叉橋，大部分嘅土地攏係用來耕作，只有少數幾間鐵皮廠房同地面抗議布條。風吹來就搖來搖去嘅抗議布條項，還是你看到問題本民眾嘅訴求。現今係新竹縣政府計劃圖了解3.66公頃嘅土地項去客家創意中心。不過有議員外界嚴慶府強烈反對。政府要用到土地，我們大家都會配合哈，這個沒有錯。但是我們的土地你要先還給我們，因為我們從日本時代昭和19年開始，我們就有跟政府承租的要還地於民啊，要先還地於民再徵收因為我的資料都有充足。抗議嘅嚴慶府議會設計嘅主線做到200萬元錢，就到呢地土地開墾到了下。因為台灣光復了後，堅唔地愛將土地產權登記，所以產權移轉變做國有土地。另外，到2002年，
新竹县政府用3.2亿向当时嘅国有财产局提出有偿赔偿。当时嘅计划系要起客家土楼同旅游服务中心。这几年来，县政府执行计划嘅过程当中，确无好好沟通，本部分年轻户当不满。开会的时候，在那个什么活动中心我都不知道，在什么中正什么和基林里仁爱里那活动中心开会，我们都不知道啊。说要盖土楼，还请一些这个民意代表、里长啊，前往大陆去看土楼啊。我们这些土地被他弄到人都不知道啊。之前举办协调，县政府承诺民众可以实地提出合法土地使用文件，听取维护民众争取权利。不过双方顺采定原地差异，以致无法度取得共识，争议到了下还未结束。好，了争议还蛮结束吼，到6月中的时间吼，来开了协调会哦，咁样是现场的场面，咪讲当好看啦吼。不过我想了显示先係一隻歷史的古廠啦吼，我想先強調一下呢個鄉親。6月份呢，來開了說明會的時間、協調會的時間，又當到鄉親講，那土地係愛要靠主公開出來啊哈，咁以後那係利用嘅，使人愛堅持保障好、維護好，以後開發來發展足到愛冇意見，但是愛堅持來維護到，你係唔係要你計咗3.66公頃嘅計劃鄉親？因為講你一開發後呢，對你哋要買冇公平嘅為數，要買冇合理嘅為數，強卡數好嗎？好，了解先生。當時開墾係愛講哦，係嘅教科15年開嘅，開好當時仲蓖麻子，本人做咗第一次先嚟講，咁開墾呢些當開過，用彎弓砍殺，冇咩了怪獸國方講，用李亞卡攞個石鼓用打開你安講，3朝左當一弓，3朝暗當一弓，安呢，你頭晚出去開墾，開到。你講出，係嘛？當時先愛講人家講，佢講起哦，你不要起哦，叫你那個配合水配嘢面，你冇讓人家，所以佢係爭嘅不要，爭嘅土地，我哋變死，愛講嘅。好，佢講佢係照科15年一本書開出來，還有那個鄉親啊，可能有睇過。人政府啦，貴州特產區，佢樣板人係有廠嘅，賣過來嘅。佢係又賣私下，佢都唔公布。你係沒有問題，地保都係沒有官商勾結嘅問題嚇。像佢都話來說明門案都失敗嘅，佢都唔做唔講，佢都專門用黑箱作業，打欺騙啲百姓，所以佢都當然咯，情感嘛，整件事按落強頭啊。好，係咪黑箱作業嚇？我想我哋到6月份到新竹人權分網站啦嚇。看到嘅係100人，咁樣是講係客家嘅新竹人旅遊服務中心啦，客家土樓嘅工廠嘅委託書、期末報告書，這裡面就有說到說這些土地的徵用的問題，甚至要怎樣去變更這些地目的問題啊。那這次協調會過程當中，我們的這個處長一直講說，只要民眾可以提出有力的證據，證明這土地是你所持有、你所開墾，那縣政府地政處就會絕對幫助他們，協助他們去全力爭取他們該有權益，是跟國有財產署爭取嗎？還是跟新竹縣政府爭取？那他們所提出，不管是昭和15年還是昭和19年的這些新聞影片，看到昭和19年的這些東西，算不算是有力的證據？那先請我們處長回答。至於鄉親所談到的這個土地，因為在民國45年總登記的時候，也就是登記為國有土地。因為什麼登記為國有土地？就是在登記期間沒有人提出申請。所以後來才會登記為國有。這一部分，如果今天鄉親我們在差不多6次的溝通會議中，如果鄉親能夠提出一個證明文件或有租約的關係，我們縣政府站在鄉親的立場，一定會為鄉親爭取這個權益。好，那處長有沒有可能那時候，譬如說資訊的流通沒有那麼發達，還有很多我們的鄉親比較可能那時候年代大家比較苦一點，可能不是每一個人都普遍受國民義務教育9年12年這樣子，所以。這個時候可能他們資訊的訊息有個錯漏，沒有去辦理到這個工地放領，也有相信說那時候是白色恐怖啊，很可怕，萬一去登記之後變成是地主階級啊，他們也會害怕。就說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面，這樣的一個錯漏，
现在有办法弥补回来吗？有可能吗？我们可以专案去为这20几户人家去做一些考量吗？有没有可能？这个可能性存在吗？有关于这一部分哦，因为我们在总登记的时间会做现况调查，是现况调查有按照分期登记，是分期公告，而且公告期间有2个月哈，2个月，就是因为乡亲可能错失良机或者其他的各种原因的话，所以没有登记才会登记为国有。这一部分主要说乡亲能够提出一个事实证明。我们县政府都有那个律师团，可以来协助。那昭和15年的算不算？但因为现在是民国时代，我们讲实在的。他只拿得出昭和15年的。现在适用的当然是讲中华民国的法律了哈。迷人，这显然游戏规则都是政府定的。这个拿出来，不管是日据时候还是清朝时候的证据，能不能当做所谓的有利证据，都是由政府来定义。那很多人相信说，我错失了那个良机，或者说我的旧约拿去，新约没有拿到。政府没有发给我，那我领不到。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有转圜的余地？刚刚处长提到的民国35年在登记的时候哈，那有些民众其实在资讯可能没有那么流通的情况下，他失去那个登记的机会。那针对房屋的部分，其实国有财产法已经其实有一条路可以让大家能够再重新取得这个房屋产权的情况。那可是因为土地这件事情在判断上面其实难度比较高，所以而且事实上当时在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的时候哈，那没有登记到的人，好，先前他们可能不管是日治时代的租约，或甚至我们在场其实也有清朝时代的地契都存在。那因为我们中华民国采土地登记制，你没有登记那就是属于国家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结在这里，但是。房屋的部分，其实只要目前所有的住户能够提出证明，比如说你要去找空拍图等等之类，你可以证明民国35年的时候，或者是我缴水电费啊，是你有缴水电费，那个都可以证明，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嘛，以资证明。可是土地的部分，至今其实在法律上面，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范。可以要求我们政府来做一个这样子还地于民的工作，所以我其实不太清楚，就是说刚刚处长有提到，那如果可以做专案的来处置，那究竟那个法源的依据到底是什么？部分民众反映就是说，那我可能因为在土地上面有可能有交换耕种的情况，所以国有财产局可能认定你可能没有办法取得新的租约，可是当地的民众可能其实仍然还是在当地耕种，那只是。国有财产法、国有财产局在认定上面，其实是用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可能在民国35年之前，这些土地都是我们这些民众的长辈，或者是以前的祖先，一步一手一脚印开垦出来的。好。我想唐太的意见，唐哥你处长讲太厉害，係唔係喺度呢？介藝術兩府嘅向前，因為講了土地嘅問題、土地嘅爭議，睇下處長嘅回應來講這意見嘅講法，還冇清楚，還有還補充嘅地方有冇？好了解太極。我們這個土地祖先都已經上百年了，那民國政府一直要我們說拿出證據來，那我想問一下，政府他們有那個土地的證據嗎？在民國38年前，他們國有土地，他們有這個房產證嗎？有這個證明嗎？我們是原始最先的開墾者，你們要去搶土地，你們是從祖國來的，那你們為什麼不帶祖國多帶一些土地過來？為什麼要搶我們老百姓的？這個可能暫時還沒有辦法有一個有效的解決。可是10月份真的要動工了嗎，處長？箭在弦上。有關於這個動工的部分，目前正在研議中了哈，還沒有確定。因為最主要鄉親對於說，這個土地一個是開發，是不是要花給開墾費用，或者是說地上物補償，是不是要花救濟金？哦，這一部分我們現在也很重視。雖然目前是開墾費用、救濟金這一部分，我們正在尋找法源依據，來做牽辦。等這個定案以後，我們就會來做公告。鄭處長，你說那個土地目前還有爭議，那既然有爭議，為什麼要先來徵收我們的土地呢？那你說要什麼補償金、救濟金？在座的各位，沒有人要補償，你們的補償金沒有要你的救濟金，還地於民就好。我們是依靠這土地安身立命的，好，你們就還給我們就好。好，看到係你係工業2路、北新路、工業1路，你差唔多按創高路車為所有3.66公頃。我哋所謂你下講咗客家傳統藝術中心，你
经费係差不多4.8億係人政府嘅經費啊，唔係種種學位費係人政府嘅經費。好，然後在土地呢底下係呢熱種嘅工業用地，還是一種工業用地？好，那其實呢，在這一份101年12月底的這個結案報告書裡面，告訴我們說，這個土地呢，它要從乙種的工業用地變更為行政旅遊專業用地的話呢，需要5年的時間。所以等於說，乙種工業用地要變更，這塊地物要變更，它現在還是乙種工業用地哦，它還沒有變更為行政旅遊用地哦，它還要5年的時間。當時候預計是要到2017年的年底才能夠完工，才能夠變更完成了哈。好，所以在目前這種乙種工業用地的這種地目的區分使用上面，唯一能夠新建的是什麼？是根據新竹縣政府的都市計劃法，對於甲種、乙種工業區用地，要來新辦這種所謂的公有設施或者是商業設施的總量管制要點。第3條第4款第5目，縣政府遍循法條找到一條，就是一般商業設施的大型展示中心，所以。這上面寫說到104年12月份就要完工，它遲遲沒有動工，也就是於法不合、於法無據，是不是這樣子？議員？那其實鎮長也在做了哈，我們都知道，其實現在這個都市計劃，竹東的都市計劃區已經進行第5次通盤檢討，那也其實已經往新竹縣的都市計劃委員會來做審議。那就我目前得到的訊息是，縣的都市計劃委員會已經審議通過。接下來是要往內政部的都市計劃審議委員會來針對這個地區做土地分區上面的變更。可是，在這件事情完成之前，那如果是用剛剛主持人有提到縣政府找到的法規，基本上我們現在所設計的，當然這個其實是101年的結案報告上面的計劃內容，其實現在已經有變更了。變更的主因就是因為它的容積率可能不符合我們乙種工業用地的規定，我們蓋得太滿，好，所以我們其實重新有設計過一個新的，我們就先暫時的把我們的土樓的計劃拿掉，但是留下了一個傳統藝術中心計劃裡頭有提到的客家伙房屋，還有一個客家的方樓，目前是在第1期的規劃，基本上是要做這樣子的動工的。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還沒有都市計劃變更之前，我們還有一塊，這裡還有一塊就是停車場的用地，未來這個停車場的用地很有可能在都市計劃變更之後，這個停車場它可能必須移開，或是因為它已經超出了我們這個整個旅遊服務專區的範圍之外，因為它不在這個街廓裡頭。我想請問各位，我們計劃有這樣子在做的嗎？已經超出了這個範圍，我們還是要進行動工，還是要新建，然後等到都市計劃變更之後，我們可能要把這些東西再拆掉，這個實在是不是一個很理想的計劃的推動方式啊？好，看到我哋竹東郡嘅警長錯了位啦，哈，警長我強調一下啦，哈，有啲土地有爭議，有啲鄉親也係你竹東郡嘅居民啦，哈，該記得你要面對爭議，還有你法律所司法性的問題，都有產生有問題。你睇到竹東郡大家長嘅立場，你嘅想法，你嘅立場係乜嘅？來，你居民說明一下。所以今日而家警長角色，我希望呢。不管村議中心也好，客家土地也好，一天來起。而我角色來講，土地市地了一天來起，因為你呢會帶動將後竹東啊，有差唔多10個20年，人口數7多啲，人對了2段要是走，將後火車頭誒，東曼過，為連帶到你村議中心，你新竹人嚟，都人種嘅一隻新竹人，不管原住民也好。學老人也好，外省人也好，你村議中心，我希望土地時代以後能夠繼續落去，不管10年8年，有啲計劃，讓政府出錢，你係付用不容易嘅事情。其實到了本結案報告書，人政府嘅網站前面都結案報告書有講到，竹東郡係廣東嘅非政府惠州人來到開，來到開嘅，超政府嘅鳥拼音來到開，最多嘅係你。陸豐誒哈，上芳誒芳屋，咁樣說金惠誠懇哈，開了千人甲，其實係廣東誒客家人開誒。你等下去福建看個土樓啊，講一種咧去竹東去啦，福建誒土樓咧代表傳承竹東，廣東人開出來客家文化，
你也咁講嘅過去，你真正係主動採貼客家文化嘛，然後係講係中國福建嗰邊嘅文化。那像地方上大家有意見，也有一條文史工作者有啲想法，係唔係講你係人了可以唔可以起嚟啦？嚇，咁講肯係做咧討論。安樣先到底乜嘅人係主動採貼客家文化特色？那做下去之後，真正安樣先好不容易取得三個人嘅土地，係做出來嘅話，我想絕對對主動係要加分。係好嘅大同，好，我想先看一段新聞讓片了解一下。看到呢套客家人料，我留到入人嘅地點係到中國福建，佢係2014年落成嘅苗栗後梁客家人料，呢種福建食譜因為防疫功能發展出來嘅建築形態，到當地要得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從來冇人料嘅台灣，呢幾年也試行複製安尼嘅建築，尤其到洋草客家文化嘅建築思維直接弄上去，就連竹東北興路同工業二路嘅開發案，到5月之前係你希望去客家土料。你下政府強愛通一隻安樣嘅東西，台灣嘅文化、台灣嘅生活嘅習慣，通佢來到台灣去做嘅時節，你拄到一隻問題就講，你下通啊有乜嘅關係？你信息嘅東西上頭，其實就學，佢唔係真正到文化嘅地步度，人嘅地度，乜嘅都唔係啊。王若賢係做東人，目前讀高級教授，因為當初讀客家研究所嘅關係，特別關心竹東土料嘅開發案。佢認為起基礎無法度同採體技術連接嘅建築物完全冇意義。佢佢唔是講透過安尼嘅建築傳承採體文化。竹東真正需要安尼去做麼？需要個只人料麼？係冇需要嘅話，你起體之後，你hand辦你拄到問題，馬上來管理，馬上來看呢件事情。還有是講管理人員只有了解想法是講，了解文化係做下去加一幫人，係為因為認同麼？係講用建築嘅重點來講啊，嚇，佢係要故事啦，故事係攞地方嘅人啊，嚇，要連接啦。比如講，你係用土料，基本上攞啲竹東地區嘅人啊，嚇。佢嘅生活啦，香港佢有冇故事嘛？所以呢個係嘅建築嘅顯示啦嚇。當然係啦，竹東地區佢係人文生態又係自然生態要配合得到。呢個建築啊嚇，對啲地方嘅人，香港外莊人來呢度留聊來觀光，也係要看到係地方嘅特色嘅建築啊，呢種有意思。香港啱做就比較長久。雖然文化需要有新嘅元素，將時代發揮同有無強化嘅想象，不過採體先應該係當重要嘅前提。希望萬年攏係差唔多嘅文化，就會變做無文化。好，睇下新聞樣片，看到人料非常嘅多，有了苗栗後梁嘅客家人料，啊，都有記者採訪嘅時節，貴下主啊，實際太悠蘭茶來講講，嚇。個地位也看唔到乜嘅東西啦，嚇！你下苗栗人政府嘅財政也咪講當好，7月初日、新曆7月初日開始嚟買門票嚇。福建人料到壯祝福、聽祝福非常嘅多。你下台北人，你下新北市山支淡水、金山萬里大漢嘅聽祝福來客家人，所以記得本單是大人料嘅。新北市來去客家人料，係用土料嘅形式，又加歷史很多嘅移民也震動嘅身份都喺地位度。到竹東來去係咪真正當適合？嚇，韓國講到你隻人料嘅面積係3.66公頃，而你前面就強融到台山縣順頭哦，龍潭也有一隻客家文化館，佢係土人人，特別係土人人，也係土人市，佢係地方的館舍，2.41公頃，佢有鍾少俊係客家嘅文學，佢有陳日軒係台灣的古謠、音樂、文學2大主軸，含啦高架上土人客家族群歷史、族群關係4大主題來做，喺度打電話詢問。安陽興2.41公頃的一個桃園客家文化館，50個工作人員，專案的約聘僱加上縣政府的公務人員，53人做嘅起來啊！我嚟請教一下，呢個文化局局長，你睇起下之後。文化局用埋咧建議，喺個人政府有乜嘅打算？你竹東誒，我一隻文化中心是確定需要的。有乜講呢？因為呢9萬人後加個原住民加起來嚇，沒有社戶籍啊，應該超過10萬人啦嚇。
应该13万，在镇长13万，13万人呢，现在没有一个完整的图书馆，没有完整的一个文化中心啦。所以咧讲按照客家传艺中心呢，然后系乜嘅客家土樓，然後係乜嘅旅遊服務中心呢，其實一言以蔽之啦，是按照文化中心啦。竹北文化中心有咪係客家建築啦？好，該演藝廳哦，也是客家元樓哦，沒有人說不好啊。每一個人用過劇團說，哎呦，你這個有特色，而且呢，我跟大家報告哦，文化中心到竹北每人3公頃田啦，比你還要細哦。而家圖書館、還有美術館、現實館、演藝廳啦，哈，還有文化廣場3公頃而已，總共啊，漲花8億兩田啦。新竹市的演藝廳是花10億啊，所以講不一定要蓋土樓，不一定要蓋圓樓，但是呢，文化中心在竹東是絕對有必要。後擺用班來管理，用班來經營，要是想到一定要有商機，沒有商機的話，你靠政府經營是不可能。文化局今年要變2億兩個預算啦，啊，你應該主動再成立一個文化中心，1年要變2億多。如果有機會，當然我也願意啊，多一點文化中心有什麼不好，對不對？問題呢哈，政府嘅用人政策啊，只有減少沒有增加了啦，業務增加人不可能跟你增加，所以呢，最後呢，我們要 OT。用 OT，如果有機會 OT 的話，我們當然希望有一些商機，讓 OT 的廠商呢有利可圖。我講有利可圖不是圖利廠商，是讓它能夠經營下去，永續經營下去，然後把整個帶動我們竹東發展。所以要講，要蓋客家文化中心是確定要蓋，但是呢，用什麼形式來蓋，大家可以討論。我也要問一下我們竹東鎮政治的這個審查委員吳慶杰吳老師，文化局長講過咧，不一定要蓋圓樓啦，哈，所以每一天起個福建的圓樓，哈，乜個容許做嚟討論。該你係竹東鎮的政治的審查委員，你當清楚竹東的開墾的客家的全貌，或者是說要順條出去的關係樣辦起，該你嘅建議係乜嘅？你嘅想法係乜嘅？我認為哦，未來一件中呢，像局長講嘅，唔係土樓，唔係火房屋，我認為一定要有融入我哋竹東嘅個文化嗰種元素落去，哦，因為竹東咧係一隻多元文化一隻提前，尤其係我哋推三線最寬容嘅一鄉鎮，哦，睇話鎮長咪講，呢幾天係起我咪賺錢，不過我認為係透過一隻嗰種係上去讓手一方式，一隻嚴謹工作坊，從下而上，竹東居民大家一起來。我係試着乜嘅建築新鮮嘅東西，問大家來去發揮自己嘅想法。因為竹東鎮唔係我試着人都試着嘅火房屋，你係小家碧玉啊！啊，竹東鎮要當到清錢嘅一方式啊！難得有嚟機會，有嚟機會呢，我認為外撈竹東外行出去，我幫大家看得到。當然我試着人。一隻風景，一隻人很耐嘅地方，啊，我認為呢係當重要哦，嚇，我看法係咁樣。好，新夢先生，好，乜嘅方式係你竹東鄉親認為最適合嘅，係講有起張木呢講啊，全台灣8個人隻咯，新竹人家家一張，你講啊，竹東人係冇吹條冇有起張木呢講到一道嗬，我想乜嘅方式係你竹東鎮嘅居民最想。愛嘅，香港用把啲片面，然後起下起之後，韓白就變做木呢講，我想先貼配下廣告之後繼續嚟討論。好，歡迎做到出面特別節目現場嚇，聽話講到，你係新起咋，無論係客家人料嚟講，客家傳統藝術中心，到竹東你研究當道嘅地方，嚇，你啊介入開發入。慢咧吼，到順頭有3.66公頃安排土地大面積的開發，可能係竹東了解頭擺當就講種歷史嘅嗰個台灣三台鎮，其中是呢個竹東鎮在發展嘅一個好嘅機會。但是呢，也當講講，去了安度嘅文化觀察之後，係咪變做另外一隻冇呢講啦？吼，喂，你係前一步嘅聯合部。做調查啦哈，佢有調查到嘅啦哈，一般人真係冇人講啦哈，還有冇調查到嘅可能喺哪度啊哈？新竹人士你講到嘅關西嘅迎風館，嗰陣時呢係1994年，民國83年起嘅，起好之後呢是喊到嗰度變到個變比方，
到了下去年10月，而来活化机，要活化文资馆，不过还蛮成功啦，哈，我想谈谈你向前意见。了解阿伯还蛮讲过。你讲冇牛馆啊，苗栗咧基本做到冇人去啊，伊来去要諗下去做都冇辦法啦。韓國嘅跳擺馬家村啊，人工做到愛嚟發展地方，馬家村做到2-3年變馬屁館，哦，佢建議上咧苗栗咧咩？cái thủ lỗ à, cái mà biển mã phi lỗ này, anh như chọc tung như thế講，你chọc tung無法講啦，chọc tung無法講仲幾多？又可以看，好，你喺以上咧，你喺時間，你更重要嘅跳擺安心5百幾來，你最起碼，我從跳擺樣更加要7天，好，你辛苦環境，你政府就你係破例，我哋接受大家分期，你要做乜嘢就做乜嘢，你係冇錢你硬去做，好，政府日來日惡知啦。我問一下我們的主議員。今年的5月份的時間，高雄市國有財產署就說好，那既然你不蓋這個客家園樓的話，那以不變更原撥用名稱的方式來辦理，來符合法規規定。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說，你5月份的那個資料顯示說已經沒有園樓了，那要蓋是什麼？是沒有園樓啦，這個是分期就是分期。第一期我們要做的事情其實是客家伙房，還有可能。周邊的方樓，還有外面的可能清水的設施，這個是我們第一期要做的規劃。方樓也是土樓的一種啦，嘿。客家伙房屋，就我現在收到的資訊，局長這邊也在這邊可以證實，客家伙房屋在第一期是一定會動工的，對。是嗎？局長。爭議沒有解決以前，我們不會輕易動工，這樣好嗎？不會輕易動工。對。好，那個伙房，我再問一下。好，那我再問一下局長，了解可能都會伙房屋啊，哈。它大概是按照什麼樣的形式來實現？好，這個我可以來講哈。本來可以動工嘅係叫台山樓嘛哈，園樓已經取消了嘛，不蓋園樓。但係呢，你要想到係乜呢？伙房屋是講，哎你客家人呢，婚喪禮俗啊，尤其是結婚啊，一定要拜別祖先啊，所以我們叫伙房屋啊，可以代表公堂，錯。然後呢，結婚迎娶的過程哈，最尾幫條強音行啊，錯嗎？所以我們在方樓呢，地位做表50幢造嘅位數，這才有機會 OT。所以 OT 出去以後呢，可以辦客家傳統婚禮啊，可以在公廳裡面來辦婚禮傳統儀式，然後呢，可以在方樓裡面宴客，這樣子整個的儀式呢就會非常完整。這是我們的思考，因為呢，你也講摸本到手生意人哈有一點商機的話，你根本不可能 OT。人政府也真緊相親辦法啦哈，俺哋呢相親談到按樣嘢規劃，客家傳統藝術中心本人來結婚是酒是喜酒，你係看法係乜嘅？我聽下談到局長講，講法當奇怪啊！聽一開始嘅時要講，不過咧係土樓係圖書館係藝術中心，也係乜嘅文化中心，全部好。但係你發現一個問題是講，沒有主軸，就是這個施政政策看不到，它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什麼？從一個公共政策的角度來看，第一個沒有公共性，第二個它的政策問題，你要解決的問題我看不到。說它是文化中心就是文化中心，怎麼可以把文化中心當成走生意來走？做生意是要商機，要商業資本，要商業利潤。文化中心是因為兩日讓政府冇錢了 OT 啊，哦，結婚傳錢婚宴會館可能就傳錢。文化發展它是應該是一個政府的公共服務，當然它有成本的考量，可是它不是做生意的考量。我覺得在政府施政上必須要很清楚明白這一點。再來是我覺得那個土樓根本是假議題啦，就是我們先必須我剛剛說的，你警車的問題係乜嘢？就主動前按發展按到年來，你到底主動督導用半年的發展問題，比如講的教育、的治安問題，我們的很多問題，我們看不到政府的施政針對這些問題去做政策，然後就拼命的想要蓋一堆東西，然後都是為了發展觀光。圖書館也是為了發展觀光，藝術中心也是發展觀光，土樓也是發展觀光，文化中心也是發展觀光。我覺得那個問題和對策根本對不到，根本沒有可以一個對口，對。就是我覺得這是整個施政和整個規劃最大的一個問題。問題真有水準啦哈！我縣裏灣北部包天會經過竹東啦，你問幾多年啦？那個竹東2噸窯是落起來啦，你竹東溜了嘛東西下來？係啊，12噸窯田啦。所以你想200噸銀行溜下來，甚至呢，不管是要進內灣北部還是尖15峰，
他愿意在竹东待久一点。那竹东呢，没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没有一个标杆性建筑，没有办法吸引人家来。你说去逛老街，竹东有哪一条老街？三峡、内湾、北埔都比我们还老，对不对？所以没有办法吸引客人来。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人愿意留下来，然后来这边消费，然后把我们的文化产业一起带动起来，好不好？咁最近喜宅楼、喜宅建筑是在带动地方的观光并发展嘛。我想先聽定新聞記者鏡頭去看下地方上的鄉親有乜意見，等下轉來嗰場現場鄉親來反映。竹東街巷車來去去，傳統市場那片居民賣生活用品，略向舊期嘅蔬菜行。那片按上來去客家貨房那條建築，希望帶動竹東嘅觀光。不過利用硬體建築來帶動地方觀光，部分人士並唔認同安尼嘅想法。觀光客來到竹東嗬，佢來看呢，唔係個硬體嘅建築啦嗬，尤其乜嘅客家人流啦，也係乜嘅客家貨房屋啊，四處都有嘅啦嗬。安尼嚟講愛寫到嗬，亦都愛上嘅愛出嘅嗬。一定要觀光客來竹東咧，即係都冇吸引力啦。推動到按到像北埔啦、峨眉啦、內灣嘅觀光啊，嗬，我自家嘅經驗心得嘅嗬。觀光是兩件事，叫做特色。你有乜個特色？配備模是你竹東養住嘅，咁樣真係咧好嘅東西嗬。人去起建屋啊，你一為了個觀光嘅利益啦，集中到嗰啲度度啊，效果唔好啦。意思是講，佢係來到竹東啊。佢話去看咧竹東嘅市場，撈了咧竹東嘅街路，喺個竹東出口嘅山撈水，我想呢一陣係重點啦。規劃又咪撈呢一地方發展，必本建得講之田來去乜嘅建築啦。文史工作者認為，地方發展無天出一定愛意識硬體建築，閣下愛思考嘅係同當地嘅發展定位程度，將市地圖整體規劃方面做到實體性。所以有人提出竹東唔是旱天愛發展觀光嘅觀念。好人氣，特別安尼選擇時節，兩邊上是比較能衛星都市樣，安尼咧大兩邊上係好大人。竹東嘅市場有500人攤，包含是講阿婆區路去提內下上係攤來講嘅話，然後有500人攤，你滿足到安尼咧選擇嘅鄉鎮嘅人得咧安尼種生活。可先講佢生活同觀光有兩件事情有關係冇？我相信咧係冇乜關係。觀光嘅東西。佢需要條件當多，按你嚟講，竹東就好大人啊，冇乜個天災，可是佢咪冇乜個條件講來發展安尼嘅觀光，唔係太山，唔係太水。呢下屆竹東市區就業道路差唔多係單線雙向，平常依屆車流量也算大，可比大量嘅觀光客入來，交通減時嘅負擔，可能就係一個問題。另外，竹東係扶貧鄉鎮，像係薑林、橫山。北埔、峨眉一條蔬菜，居民生活採買嘅重要蔬菜，所以觀光資源對於竹東來講，咁含有安急，可能係主政者愛好好思考嘅課題。好，早先呢出面台會繼續探取呢度竹東節啦嚇，8點鐘嘅路順嘅嗰種嘅車牌啊，一個阿婆喺電車，我就問伊講，阿婆伊咧電車係哪位？叫我係轉薑林啊。佢打咗投票車、薑林草車來竹東，咧市場500人攤啊，嚇，賣東西，賣好佢8點鐘嘅草客人車嚇，係轉薑林，所以竹東咧500人攤嘅咧傳統市場地位都係真嘅呢，薑林、橫山、峨眉嚇，加上五鳳採買的也重要地方。咁講真嘅喜宅樓是在發展觀光，喜宅樓就讓人溜到竹東。本竹東人傳到前望，我想鄉親們意見，好了解阿伯。發展這個竹東建設的時候，希望說不妨礙到民眾的前提下來進行。硬體建設要完成之後，要有實質的來運用。好，我看這個阿伯係。今日政府要按個規劃，對地方發展就挺好，我要感通，但是對佢提出嘅建設冇埋沒。一錯晒，繼續錯大局，不脫人民嘅權利，人有嘅權利，來不脫係咩嘢？係啊，讓我感受到確確實實嘅情形。阿爸，阿爸我講咩？
哎呀，你贵州你哎做得了，你也休息做得了，想到条件补偿啊，提高补偿，使得佢满意，应该你的事务要顺利进行，係爱个前向。希望各位。好，徐明华爸。今边咧就咧为所，土地嘅事情而真改革，唔係講哎呦，盲頭不一樣是講中國嘅生意唔明嘅呐，這事情一樣一樣解決，這樣比剛才我就是我的訴求啦。但是這個對我們曾處長不要一直對他攻擊，因為他是冤枉的，我覺得啦，我個人覺得啊，最不對的是國有財產局，你知道嗎？他沒有把事情交代清楚。造成這一些人的警察人員什麼大家疲於奔命，這樣了解吧？哈，是，謝謝。票屋嘅嘢問題一冇處理好，意思啦，屋啊，國有財產署是買不捱新州人政府，是得捱新州人政府買到土地日後，為了啲票提降咗民眾變到面對面的對抗那事實上好像是應該回到國有財產署那我想請問一下這個鄭處長。國有財產署對這件事情，他已經放手給新竹縣地政處了嗎？還是說在這裡面，國有財產署他還是，因為他是前地主嘛，他是前一手地主，你沒有把你土地產權處理清楚，就把一塊有產權爭議的地賣給了新竹縣政府。那新竹縣政府也沒有調查清楚，就買了一塊有產權爭議的土地，是這樣子嗎？這個案子舉一例來說，就像買賣一樣，買賣雙方賣的東西有瑕疵。他當然一定要負那個擔保責任嘛。那我們比如說我們新竹是買受人，或者是有其他權利的話，那我們當然是站在相信的立場，一起來爭取。譬如說你有租約的，或者說租約不見或者怎麼樣，我們一起來爭取努力。因為這東西，國有財產署你有沒有租約，他自己很清楚或是說有的時候就等於說，現更戶或跟跟租約不符，或是怎麼樣，一定要把個案查清楚該給鄉親的權利一定要還給鄉親，免得增加無謂的抗議。新竹縣政府在急什麼呢？難道真的如這期末報告書裡面所說的，要配合縣長任期，要在104年底完工，可以讓他剪彩嗎？是這樣子嗎？如果說只是為了讓縣長剪彩，而不顧這些原更戶的權益的話，議員你怎麼看？在土地的爭議這件事情上，剛剛局長也提到始料未及，所以我們在沒有判斷到這件事情的情況下，我們確定確實可能104年就是要動工的，好，就是要開工。可是呢，中間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在這個書件裡頭，其實也提到另外一個事情，叫做客屬總會。好，那在客屬總會今年其實要在新竹縣辦理全球的懇親大會，那原來縣政府包含縣長可能期待，在10月份辦理這個全球懇親大會的時候，他可以來做這個客家園樓的剪彩工作。那我想先前就是剛剛我們2位局處首長都提到的，可是土地的爭議如果沒有解決，我們就不會來動工。這個是我想新竹縣政府對於所有鄉親的承諾，我們都非常欣慰看到新竹縣政府有這樣子的表態。好，其實在這份期末報告書裡面，都是公文書，是會議記錄。民國101年1月19號，主持人是邱縣長進存，在第8點寫到，本府也就是縣政府以客屬總會的名義，邀請中國客家土樓專家，就是我剛剛所引述那位黃漢明黃教授的意見，要請他來台灣查看基地，是不是新竹縣政府用客屬總會名義要來這個公司兩遍來辦這個客家園樓剪彩，跟今年10月份就要來進行的全球客屬總會的這總會，今年辦在新竹縣，所以這開全球客屬總會的同時來幫這個客家文化園區來剪彩，客家園樓來剪彩，還有中國的園樓專家來背書。我想問一下議員，可以這樣公私兩邊公私不分嗎？客屬總會應該是民間團體吧？怎麼會新竹縣政府以民間團體的名義來邀請來辦理來進行這種公共計劃建設呢？客屬總會其實是一個民間單位，那縣長同時身兼縣長跟理事長這樣的職位，好，那適不適宜動用我們新竹縣政府的資源來協助辦理這個懇親大會的活動？那目前來說，新竹縣政府跟我的回應是沒有。只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活動，我們順便本來我們的全球客家嘉年華其實就是一個我們新竹縣本來就要辦的活動，
可是客属总会的活动就搭配着这个全球嘉年华来一起相辅相成。新竹县政府的民政处下面，新竹县政府民警处下边有国际客家事务科。虽然这个是民政处的业务，那是局长来回应，说真的有这样公私两便吗？客属总会呢，每场你系历史中系休然中每场，佢哋系接到天去8届嘅恳亲大会都推翻信中哈。礼拜就差不多3000位海外乡亲回来哈，希望来看看我们热闹的花圃节，也看看我们最精致的客家产业的博览会。这样子的话，3天2夜的所谓的恳亲大会才会丰富又多彩。我跟各位报告哈，礼拜恳亲大会呢，它的收费一个人收3600哦，120块美金哦，收了钱呢就差不多1000万了啦。然后他又找到海外、国内都有客家大佬捐钱，也差不多1000万，总共有2000万，根本没有用到我们政府的钱，反而是他捐了500万给文化局办什么客家之夜、世界客家之夜，因为我们要请到很多知名的歌手啦，还有客家团队呢，签5人，所以佢建500万帮你染警服来盘掉法统，所以呢，公家的钱还是把花圃节办好，产业博览会办好。恳亲大会给所有的开销还给收费办的，还有一些捐款办的，捐款剩的钱还回馈给我们县政府。那现在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在开这个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时候，同时也要来进行这个客家传统艺术中心的剪彩动工的仪式，就可能吗？邱总在飞弹吗？我从台下报告哈，系啊，因啦，本来上海外乡亲、客家乡亲转来，看安尼信众染客家文化哈，一个宣誓啊，要新竹的文化中心是客家建筑嘛哈。交大客家学院也是客家建筑嘛，哈，前都在考虑啊。不过我是讲有一个宣示性，刚好这个计划呢，如果当时也不知道争议这么大，还讲地主的权益要获得确保，我也是跟你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好不好？如果没有争议的话，趁这个机会来宣示说，我们新竹县也要盖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客家文化中心来传承我们客家文化，这有什么不好呢？对不对？而且这么大建设放在竹东，竹东不用出半毛钱呢，是不是？当时是这样想。你大陆的河源啊，然后有3名参加他们恳亲大会，他们也会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客家建筑的一个动土仪式，是一个宣誓了哈。那我们想就搭便车一起来办。不过第二项问题呢，比想象中复杂很多，是讲这个土地的争议，比想象中复杂很多。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争议先解决，如果没有解决，我们动工一定会往后延，好不好？那既然啊，你特别是沙布提好把孙啊，你去只清水公园看到也会做得了哈。我想，迄个最后你乡亲对咱只土地的建设。無論係用水嚟講係咩，用圖書館也好，嚟清水公園也好，嚟講乜嘅方式，你有乜想法有建議嘅？最每一筆機會，你卡數發言好冇？我了解小雞，了解台姐。一个你称说13万人呐、啊，请问一下你们的停车呢？哈，街上你们自己现在去街上看，不用看到街上这前面那条路就好了，可以停车吗？这附近的人都可以停车吗？没有嘛，所以你觉得说停车场的问题比这个还要大？一天到晚街上啊哈，并排车都有，连个拖吊都没有。家里啊给人家停到不能进去啊，连个拖吊都没有。试问你一下，这个是很正常的，这是我们竹东居民最需要的吧？紧张吗？马上紧张了，紧张了，你紧张了。停车问题，我们现在全部竹东县项目规划，大家冇位啊，可以点啊。全部已經將水權為化嗬，開始收費，使用者收費。大家人唔好講喺點跳車唔係人花，盲人開始就拖掉，因為有時間規劃。你係按咗全部已經開始要都看到要發現嗎？要發現開始咧嗬，盲人可以收費，可以拖，可以掉下來。大家冇位冇打電話幫我講先嚇。了解土地係一種工業用地，上頭了解講過係台泥的。工厂用地，你好迁散。过去的矿业政策是台湾西部不可以再开采水泥矿了，所以这个台泥的厂区荒废在这里，对他来讲，这工业用地我也没有生产，我税也不会交给竹东镇，也不会交给新竹县政府。但是如果透过第5次的这个通盘检讨，竹东镇的这个都市计划通盘检讨，这个地方从
一种工业用地变成行政旅游专业用地，这边变成住宅商业综合用地，土地变作公有地，变作住宅商业用地，就可以抽税了吧？有地价税、土地增值税、房屋税，税收就增加了吧？各地方县市政府财政都不好，如果可以透过变更地目的方式增加地方税收，增加地方兴办各种社会福利事务的财源，难道不是美事一桩吗？这件案子到底是要盖一个土楼来繁荣我们的竹东，传扬客家文化，还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来带动周边的土地变更，增加地方税收，扩大地方的施政财源，是这样吗？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有关于刚才谈到台泥的那块工业用地现在已经开发完成了。那时候9点多公顷已经开发完成了。现在刚好这个土地毗邻那个台泥土地我们的旅游专区透过都市计划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了，全部差不多20公頃左右以后规划住宅区、商业区，这个东西因为本来。过去叫台泥商圈嘛，对不对？对，那60米林荫大道，20层楼的大楼，竹东不会输台北，输竹北。因为这本来这个区块是属于工业区嘛，所以没有说属于农业用地变更为住宅区、商业区的问题。是，所以工业区。但是国有地总是抽不到税，这是事实嘛？所有土地抽不到税，但是可以带动地方繁荣，让乡亲能够增加收入，对于地方的发展有很大的助益。好，那所以。9公顷多的工业用地变成住商综合规划用地之后，那个已经开发完成了。那个已经开发完成了。那新竹县的这县库进账多少？因为每年都可以进账多少？因为目前就是说直接增加收益的是地价税。地价税也做那个竹东镇公所的税收。邱庄，紧紧，土地开发才是真，文化建设不过是表象。这样子的话，我们文化局长情何以堪啊？我不太赞成你这样一个说法好，我相信呢，请解释。任何一个大型建设本来就有利有弊就像刀的2刃一样对不对？那我们以文化的思考，竹东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有没有公有土地我们先找到这一块公有土地嘛。可是现在争议部分那是另外一回事嘛，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专案来解决嘛，对不对？如果说要带动地方发展呢，有很多种方式，用文化建设来带动是比较和缓、比较有价值的，比你盖工厂好啦。树麒麟文化馆就动喜安动烟的呀，有没有带动？就是还不够，它那个即刻效果还不出来。它本来是农产品展售中心的改装的，所以我自己最清楚，从头到尾，一楼本来是给人家办桌的嘛，第二边小型的美术馆了嘛，已经不错了。可是以竹东13万常住人口来看是不够的啦。宜兰有个传统艺术中心啦，东引起宜兰的传艺中心狗年啦，围炉吃年夜饭，就可能你竹东的传统艺术中心让宜兰强荣么？该用去係咪真緊？你新竹人才體文化團體來講，才體嘅人力嘅素質有法度來承擔安用去家文化館舍的營運麼？我想這需要很多配套。最後議員，你嘅看法係乜嘢？如果一个在地的民众都不欣赏，或者是觉得自己住在这里，觉得车子很多，然后很多情况很拥挤，那我不知道这样子的区域要如何去吸引观光客。那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要把这个观光的发展要分阶段的把它处理完。我们目前已经开始要进行停车格绘制的规划，598格小型的停车格。好，100格的大型货车，其实现在镇公所都已经完成了。我们等待县政府交通旅游处开始进行收费的系统，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镇上的一个发展。那个对于未来不管宜居，对于观光都有很大的帮助。我认为政府要做的是基础建设，把这些基础建设先建立好之后，不要去跟民众争利啊。我们竹东的居民其实每个人都有很生意的头脑，他们都会赚钱。只要你把基础的设施做好，我们就会把生意做起来，民众就会进来。我的想法是这样。做文化建设啦，我看到开发大致很难啦，细则了当然下脚啦，所以我起了土地的问题、不够人的问题，我处理起来是当难的所以也冇話點講
他会讲啦，见思看攀啦哈，这是条件的事情，反复来攀，冇停错，会攀到下人慢啦哈。好，你在人气讲做面对国际，增加国际的观光客。刚刚是讲客家人了，咪希望讲国际观光客、陆客，我来讲嘛哈。如果说是要面对国际的观光客，台湾这几年国际观光客增加很多是自由行的背包客。自由行的背包客是要去看新浦那样的宗祠博物馆，没有围墙的生态博物馆园区，不是来看盖一个新的历史只有1年的圆楼的建筑。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面对国际，要增加观光的时候，你要搞清楚你要面对观光客是什么样类型的观光客，才能够对症下药。所以都主动了解广东应开出来嘅，就是台湾3大矫正之一嘅主动军，去咗福建嘅人流。地方上向前，阮是工作者，大家當有意見，所以阮塊工作嚟做，唔係按快嘅，係咪從前幾年吳老師講嘅，社區嘅民眾先討論好來，政府人長警長有好嘅政策，大家也年日嘅地區，但是你高廠係咪揾大家多多嚟參與討論，按樣些事情做到嚇那人慢。係咪大家要皆大歡喜咯？而且今日出面台會提供一樣嘅機會，幫大家面對面嚟溝通，也強烈嚟關心。下個禮拜將持續收聽出面台會，希望大家。